1977年6月19，当时的国军空飘基地将传单甲慰问品用大型的高空气球定时定点飘向中国大陆，鼓励对岸同胞人心的归向。中国大陆财保救济总会理事长郭正光表示讲，航行基地经营就是胜利的保证。即讲，咱国成功将各地所捐献的180万份面巾、口粮等等的救济品飘送到中共。1992年6月19，立法院三读通过户籍法的修正，人民的身份证免搁登记升级，敢若需要登记出生地。今后我们不再强调籍贯，而希望能够把省级的这隔阂能够整个把它取消掉。身份证删除本籍的做法，或者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免搁举一个青分的中国地名。有关取消本籍，敢会影响到民众认祖归宗？政府嘛表示讲，依然会使透过族谱等等方式去代替。